继续来看行政院发放的3万块的纾困金，台湾有90万人，这礼拜都会陆续收到这条钱。另外，国民党所做的民调，讲这个酷碰馆的支持度伤低了，所以未来政府到底会发这个酷碰馆无？议长苏贞昌讲，政府拢咧评估，拢咧规划，请民众唔免着急。 行政院发落90万人3万块纾困金，已经陆续汇入口座。其他无摕到钱的民众嘛关心，未来振兴经济用的酷碰券会安怎发放？大家不用急，也不必去讲什么券什么券，最重要就是要到时候希望大家都出来，大家都消费。 行政院长苏贞昌为着纾困特别预算，追加1500亿到立法院接受备询。另外，潘石感染疫事件，高雄市针对无配合疫调监管开发，甲中央无共调，院长嘛提出看法。确诊的官兵拍拍照，以至于地方首长会有比较紧张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不过，还是应该以指挥中心为准。 外面对国民党立委的压料，台湾捐赠30万片喙烟给越南，但是越南阁捐55万的喙烟给法国，另外嘛，给柬埔寨、辽国的国家喙烟外交引发质疑。我们这个善心好意，那有些国家如果已经足够等等的事实状况，我们就会斟酌。行政院对喙烟政策不断的做出调整，嘛希望1500亿的追加预算会当赶紧伫立法院过关。